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嘉义的一个查甫人，因为无工课，大概拢要甲因老母来讨钱。若是讨无，就会动手。顶个月甲老母来冤家，就甲老母抱起来摔伫涂骹，甲摔死。新北嘛有一个，那就是因为不满因老母甲管，涉嫌放火，害家己的老母烧重伤来送医。伫车路姓曾的查甫人为后边抱起妈妈重伤，妈妈送医抢救10天，也是救无倒来。代志发生伫11月底，亲友不满姓曾的查甫人受过残忍，也控诉长期无头路，干系向老母讨钱，讨无钱就拍人，佮将妈妈锁伫门外，害规暝困伫门下口，即马法院裁定羁押。那边就是要看他检查不到，就把他赶出去，然后就跑上去摔他，然后就直接转身就走是不知道过多久，然后路人发现才报警的。这查甫人为2月到11月初有过3摆肉糜，或者是想要拍老母，互警方通报家访，所以因为唔甘后生面对司法，最后心软。再去跑走，讲要甲报案，叫教育嘛讲伊无来啊，我等来啊，我咩咯？嘉义市表示，这几年家暴通报状况常常看到亲属之间暴力，尤其65岁以上受暴人数占全市7成。老大人常常因为面子，或者是唔甘是接受法律制裁，选择无通报，或者是无申请保护令。后备局一直出现社政单位建议出兵隔壁热情通报，后警警社政定期方式。我们警政跟社政人员如果知道了这些情势，我们也会依相关的一个风险因子来做评估。那适当的时候也会进行依职权来进行保护令的一个申请。新北这边提2场透早火灾，厝边破窗救人，监视器记录到警车到位时阵已经被少厝边关心。53岁怀孕人全身50%受伤，10个后生也砸伤，原因疑似是后生不满妈妈管教伤过严，伫厝内放火。我就赶快上楼看有没有人受伤，就有一个就是那个底已经昏倒了，然后就赶快又下来叫警察。在现场，楼梯间也有火烧过痕迹，警方调查认定后生涉嫌重大，以涉嫌公共危险罪上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